第13集，願你平安如常。星期日，讓心靜落嚟，聽下佛說嘅智慧。平安唔係冇風浪，而係心不隨風起。喺人生嘅旅途中，風浪在所難免，但係佛法提醒我哋，真正嘅平安唔係外境無事，而係內心無懼。當你學會安住當下，就會發現平安其實一直都喺你心中。平安係一種心嘅選擇，你唔需要等到萬事如意先至配擁有平安。你可以喺混亂中保持清明，喺痛苦中保持慈悲，喺失落中保持希望。平安唔係結果，而係一種當下嘅選擇。願你心如止水，不為外境所動。如常係最深嘅祝福。如常唔係平淡無奇，而係對日常嘅珍惜。一餐一飯，一笑一語，一念一行，都係修行嘅風景。當你唔再追求特別，而係活喺當下，你會發現平安其實就係如常。願你所遇皆溫柔，所行皆坦然，所念皆清明。修平安之心嘅小練習，每日清晨靜坐片刻，默念願我今日平安如常。面對挑戰時，提醒自己，我唔需控制一切，只需安住於心。練習感恩，感謝每一個平凡嘅時刻，每一次平靜嘅呼吸，把平安當作生活嘅核心價值，而非偶然嘅期待。呢個星期，佛說金句：心安即是道，身安即是福。真正嘅福報不在於擁有幾多，而在於你心安幾多。願你喺呢一個周日與自己安靜相處，與世界溫柔相待。下星期見，繼續喺佛語中尋找生活嘅智慧與寧靜。多謝收睇。